鸟鼠，真正是垃圾鬼、阿杂鬼、太哥鬼，卡呸！乌白加四计划，危害环境，互人真晦气。若是染着汉他病毒，嘛有可能使人着病致死。众人毋免惊，大家毋免提。鸟鼠防治爱靠咱东营科技公司，东营新科技保证您满意。东营牌鸟鼠药已经隆重上市。东营牌鸟鼠药使用方法真便利，先甲破水，才去互伊吹冷气。安尼鸟鼠感着会破病，破病若要好，鸟鼠自然就会食东营牌鸟鼠药。东营牌鸟鼠药苦猛苦，但是爱将食苦当作食补，良药可口，效果好。亲朋戚友斗相报，若是食无，阁会讨。所有的鸟鼠拢学乐。东营牌鸟鼠药，只要鸟鼠食一喙，2只死一双，4只死2对，效果一比中，绝对袂落开。东营牌鸟鼠药，全国各大量贩店、超市、干仔店拢买得到。要买爱认明，包装外口有一个圆箍仔，内底写一支黄字的，这是咱东营牌鸟鼠药。